問花圖知名，花圖有好煩㗎，即係拋我應該冇但係佢買嘅係好煩㗎，好煩成家嘅你有冇影相？點樣係嘛？可能媽咪有嘢，可能爹哋有嘢。係啊，你唔好變到咁咯。你唔好做啲我猛整嘢就好得㗎。你咧，我叫你做咩你做，你唔好排解你就得㗎。我係完全冇事嘅。啲老太人啊，唔係，我唔係點你做嘢。咁你話咁叫你去睇下嘢食都正常啊嘛。好啊，都要行出街睇㗎。你成日可以喺你都成日睇，你成日睇啲片就話咩？我係 NPC，你一經過我就即刻有任務做，要離開要遠離你。唔好見我笨。各位觀眾，而家進行嘅係 Louis Finance 亞洲聯合財務香港國際碗力公開賽。之後因為阿鐘係耐力㗎嘛，佢唔係爆㗎，佢要慢慢同你過去。我唔認得你話好勁嗰個咧，最勁嗰個參加呢度嘅比賽。嚟啊！男子80公斤以上組別冠軍係李振中。勝者係方雨婷，4強。進行綁帶。因為碗力運動唔係淨係男性玩嘅，女性都可以玩得好勁嘅。我哋俾啲掌聲佢哋好唔好啊？
方雨婷勝出，黃樂係第3名。方雨婷將會有1分鐘嘅休息時間，之後佢就要挑戰。台上2位嘅運動員將要爭冠軍嘅1席位。者係大宇，嚟緊嘅係 UA Finance 亞洲聯合財務香港國際管理公開賽嘅青年組無限量級別嘅4強。呢一場輸咗嘅就會係第4名。好，陳科偉進入敗者組。各位觀眾，你哋而家睇緊嘅係 UA Finance 亞洲聯合財務香港國際管理公開賽青年無限量級嘅4強。台上嘅比緊賽嘅係青年組嘅，佢哋只不過係18至21歲嘅啫，所以佢哋嘅力量非常之驚人嘅呢個年齡。我哋一齊俾啲掌聲去鼓勵一下佢哋啊！